请继续来看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的当选人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。1月11日选举的结果出来了后，有网友打文就参伊的囡仔，讲还阁有2个会当红台。王婉如提出着告诉，这网友知影代志大条，赶紧来道歉。早起，王婉如出面来回应。 确实，很多时候大家情绪激动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但其实，在这个同时，我们也必须让社会大众知道，说舆论自由其实不应该无限上纲，大家还是要为对自己的言论负起他该有的责任。加上我们这个案件是公诉罪，也不是我们单一方向说要撤告或是怎么样就可以进行的。所以，在这部分，我们还是会希望静待司法的调查和处理。我们希望选民大家都还是要回归到理性面，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已经不需要再更多的撕裂或分化。 这个网友卡到的是公诉罪，所以无法度剔除告诉，都要等司法的调查。